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聽書有賞，我係滅書。今日呢一本書真係好勁，書名超長，但勁吸引。超速學習，我這樣做，1個月學會素描，1年學會4種語言，完成 MIT 4年課程。你聽呢個書名都知，呢位作者根本係學習界嘅超人。人哋1年可以自學完成 MIT 嘅電腦課程，仲學識咗幾種語言，仲有素描，你話勁唔勁？咁靠咩方法？滅書今集就用簡單嘅例子講解俾你聽啦。第一個重點，集中學習。作者話傳統學習模式慢慢嚟，成日又俾其他嘢打斷，所以好難專注。但超速學習就係用短嘅時間，高密度咁衝刺。例如學法文時，唔係1個星期上幾堂，而係成個月搬咗去法國，日日講，日日用，效果勁快。你又可以點用呢？例如你想學好 Excel， 一般人可能1個星期學1至2次，學到年尾嘅時候仲係新手。但如果你用超速學習法，你可以揾個星期6日，連續8個鐘砌晒重點課程，仲實戰練習，包你即刻上手啊！第二個重點，馬上實踐。好多人學嘢淨係睇書上堂，唔敢即刻實踐，但作者話實踐先係最快嘅捷徑。例如佢學畫畫，唔係淨係睇人哋點樣畫，而係每日畫10幾幅，即使一開始畫到好似鬼咁都唔似樣。我哋生活上都係一樣，你學煮嘢食，唔係淨係睇 YouTube 教學，要即刻落手煮，失敗咗再嚟過，學得仲快。第三個重點，針對弱點。作者話超速學習要識得打怪，即係要揾到自己最弱嗰 part，然後狂操。例如學英文，你識聽但唔識講，就要狂練 speaking。你寫得慢就要專攻寫作。滅書之前想學英文口語，但係發現自己成日都驚驚青青唔敢講，之後裝咗個每日語音打卡谷，逼自己每日講1分鐘英文，2個月後流暢好多。總結嚟講，超速學習有幾個重點：高密度集中學習，馬上實踐，唔怕出錯，針對自己嘅弱點狂操。重點係要有爆炸式感染，全力衝一段時間，你會發現原來自己可以超越想象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想挑戰自己，學快啲，學好啲，就快啲試下超速學習啦！記得訂閱聽書有賞，我哋下集再見。